在新林文化中心对面，新林文化中心对面。哦，刚好新林文化中心对面，新林文化中心那边有人在弹吉他唱歌。哦，你看前方中正路还有韩国式的餐厅，远方丽都新还有灯笼，创意灯笼也好像救生圈形式的灯笼。哦，文化中心还有弹吉他唱歌的，弹吉他唱歌的嘞。哦，登堂入室，很美的艺术品，好美的艺术品。好美。